OK 係咪？呢邊都可以嘅話，休息咗10秒啦，同你休息一陣先啦。咁再講多一次啦，我哋去到循環賽咧，最講求就係體力嘅分配啊！千祈要記住自己唔係打1場咁簡單，係3場啊至少。咁所以咧，盡可能將自己體能分配得好啲，留翻長期作戰啊！咁但係同樣都要保持翻相關嘅水平啊，呢個先係最難嘅。如果心水清嘅應該都知道大概自己有幾多分㗎啦，可能已經係嘛？偷笑啦已經。好啦，俾多5秒你 ，OK 啦已經。好，仍然係 Franka vs Storm 2個回合 ，DJ T 嘅。Let's go Storm。送俾兩位。